讲到基隆市区，今早起天气同款袂歹，不过过昼了后也开始透风落雨啊。进前9月27日大水后，这基隆的武仑国中做大水，这土山拢冲入去活动中心甲地下室。今摆因也开始伫咧烦恼讲，即摆风台若准来，当地搁在饮水者，因是真头疼。今摆这第10河川分署有支援基隆挡水帮，要甲这水拢引到沟仔内面去。黄色甘沙土的水一直沿山坡地冲落来，这是9月27基隆武仑国中因为大水河淹水的画面。这寡水全部拢淹到地势较低的活动中心内底，馆内的插头地板拢积水。学校后山收集下来的雨水，然后都是带有非常浓的泥沙，然后这样漫下来，来不及进到这个排水沟，然后就漫过马路。漫过我们的草皮，然后直接冲入了整个地下室跟活动中心的球场。过去若拄到大雨，拢会贴沙包来防止淹水。不过基隆市即摆咧，伫咧武仑国中即寡可能淹水的所在，第一摆使用即款红色的挡水帮啊来防止淹水。这学校20年来第一次就漫过草地，然后直接进到活动中心。9月27因水地属财务损失，就惊即届风台会带来的大雨，搁一摆做大水。第10河川分署支援基隆市即寡挡水帮啊，甲为山顶流落来的水引入去排水沟仔内底。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到现场视察了解状况。一共有提供了700片，那目前我们各个学校还有各个区，一共刚刚消防局长说，一共使用了300多片，接近400片，所以未来还有300片的一个库存。假如各里邻有需要的话，那我们也会协助提供。虽然基隆市区早时天气算是稳定，但是过昼市区也开始有风雨。高淹水的大武仑地区，一点头拢甲挡水门伫门口装好势啊。第10河川分署也设几落台抽水泵伫溪边，准备甲冲出来的水沟仔水排入去大武仑溪内底。基隆市长谢国良呼吁民众提高警戒，愈晚风雨会愈大，就要做好防台准备。记者郭林玉凯基隆报道。